诗篇28篇，大笔的诗。上主啊，我求叫你，我的石盘毋通毋插我。你若对我静静，我就亲像一望空空的人。我求叫你，按你的至圣所举手祈祷的时，求你听我恳求的声。毋通将我甲歹人以及做歹的人做一个消灭。因甲出边讲和平的话，毋过心阴险。愿你照因的所做，照因所行的歹代报应因；愿你照因的手的所做报应因，照因所应该受的，甲因处罚。因为因藐视上主的作为，甲伊手的所做，以为毁坏因，未甲因重见。上主应该受称赞，因为伊有听我恳求的声。上主是我的溃力，我的盾牌，我倚靠伊。上主帮助我，我的心大欢喜。我要用诗歌称赞伊。上主是伊子民的溃力，是伊选立的王得救的避难所。求你解救你的子民，赐福互做你的产业的子民。求你做因的牧者，永远扶持因。